像那雷電光輝四閃，人似是觸電，能令你欲醉欲仙，我的心充滿情意，光似閃電，身似浮在雲端，心仿似在發電，想將愛火高燃，快樂到癲，急速心跳在發電，快樂直攀到頂尖瘋癲，共你一觸即發，眼在傳電。隨幻覺在跳在閃，似霹靂飛躍如電，身似觸電，感覺如在雲端，心仿似在發電，想將愛火高燃，快樂到癲，急速心跳在發電，快樂直攀到頂尖瘋癲，共你一觸即發，眼在傳電，發電，想將愛火高燃，快樂到癲，急速心跳在發電，快樂直攀到頂尖瘋癲，共你一觸即發，眼在。大家都應該認識啦，係啦，好早期同阿 Danny 合作過嘅，係啦，咁樣。其實我覺得佢反而係走得幾前，係非常之前。原因因為咧就嗱，因為事實上我覺得70-80年代，我哋成日都講緊70-80年代啲，即係無論音樂好、藝人好，個個都勁啲㗎嚇。即係我唔係話而家啲唔得，不過大家即係有幾得就大家知啦嚇。咁啊，不過即係最主要咧就點解咧？就係你發覺70-80年代嗰陣時嘅藝人咧，佢哋真係好明白一樣嘢，就係佢必須要喺每一個 project 佢都要突破佢自己，因為佢自己過唔到自己嘅，佢唔突破。無論你睇譬如你羅文啊，或者其他任何嘅歌手都好啦。後來你譬如你除咗 Danny 以外，譬如仲有就係譚詠麟啊，或者咩佢哋梅艷芳，佢哋個個都係嘅。每一隻專輯出嚟，你都覺得哇，都會有啲嘢新嘅眼前一亮嘅。咁故之然 Danny 都睇到嘅，都即係佢。因為佢自己正所謂人在江湖，係咪？咁佢知道就係話，如果我唔再求突破嘅話，可能就要俾人哋淹沒啦咁。咁所以佢都有，只不過就係佢可能佢亦都一樣嘢就係有嗰份創作人嗰份傲氣，即係好似話齋堅持。係啦，你可以話堅持啦，或者就係我覺得我唔係呢樣嘢，我唔中意做啊，我唔做就咁樣啊。咁即係你話日本風好，我唔中意啊，咁即係咁啊嘛。咁但係你睇到就佢係反而係會睇外國，即係佢會將喺歐西方面嘅流行嘅音樂嘅元素引入。反而佢係最早嘅一個。咁不過有陣時有啲嘢先鋒嘅嘢咧就好大鑊噶嘛，係只係先鋒係嘛，即係好容易就即係慘到一手一腳都係咁，即係呢個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。不過可能佢行得太前行得太前。不過呢個世界亦都需要一啲人行到咁前，先至有今時今日嘅，亦都係咁你所以今時今日大家聽翻轉頭，即係而家聽翻8強8四，你話而家啲人咪搏命揾歐西嗰啲翻嚟咯？但係我覺得
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真係好音樂嘅音樂人啊。因為即係你始終一個識作曲、識音樂嘅人咧，你好難話嗌，即係比如換作我都係啦，我係做作曲嘅話咧，嗌我下要唱人哋歌，自己頂唔順嘅嚇。咁覺得梗係自己作嘅好啲噶嘛，係嘛？永遠都係咁樣嘅。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因為咁，但係有得意嘅市場就係市場嚇，市場就係即係。佢嗰個排興，除非一樣嘢就係你作啲歌出嚟好似日本歌咁就好啲㗎，即係除非咁樣啦，係咪先？啊咁，但係就陳百強始終即係佢係嗰套本身佢係自己好中意嗰套係好溫柔、好真係好內斂嗰種嘅歌曲，佢係寫得非常好嘅。记者问：“你的新碟封面很漂亮，谁的创意？”丹尼说是他自己的构思，但摄影师陈道明居功至伟。他告诉摄影师想拍摄富有运动感的游水照，摄影师脑海里便有了一幅好的构图，所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。记者认为百强84名字很好，象征着很近的一年。随即记者问道：“唱片的歌曲都是自己挑选的吗？”陈百强回答是的，因为他是唱片的监制。丹尼认为在唱片制作中，监制的角色很重要。记者认为这份工作肯定很辛苦。丹尼说自己非常享受这份工作，因为他对工作有极度的热情，一旦投入到工作中去，会进入发烧状态。也因此做完一张唱片后，一定要好好休息一阵。接着记者就问了他们非常关心的问题，就是这张新碟中有没有他自己的大作。他回答：这次没有，全是别人写的。他觉得只要是好的作品，适合自己的作品就行，不一定要自己写的才好。这次尝试全唱别人写的歌，就是想让大家多提意见，以便自己改进。记者又问为何唱片只有10首歌。丹尼说这个灵感来自于 Thriller 里面只有9首歌曲，但是7首上流行榜。自己大碟中原来有12首歌曲，有2首自己不满意，所以宁愿抽走不用了，抱着贵精不贵多的宗旨，这样唱片只剩10首歌。接着记者问了新碟歌曲的类型是什么，丹尼说大部分的歌曲都很强劲，有节奏感。他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并不是只会唱抒情歌，也有非常活跃的一面。他非常中意 disco 音乐，他希望把自己喜欢的音乐无保留介绍给大家。记者还就他喜欢的颜色、音乐、电影等进行了提问，并且问他除了擅长钢琴，还擅长什么乐器，问了他会不会跳霹雳舞。丹尼说他还擅长电子琴，自己对霹雳舞也有尝试去跳。关于他喜欢的音乐类型，他谈的较多。陈百强说自己喜欢希腊作曲家范吉利斯，范吉利斯是电影《银翼杀手》配乐的作曲人。丹尼说他的音乐不是一种简单的电子乐，非常的玄妙，已经达到一种只可意会的境界。范吉利斯同时也是卓越的键盘器乐手，是近30年来影响力最广泛的电子合成器专家。范吉利斯以键盘音乐为基础，巧妙融合古典、流行、电子、New Age 等音乐元素，发展出绵密的管弦乐法以及崭新电子乐形式。赵文海曾回忆自己为何选择学电子琴而不是钢琴。他说他与陈百强那代音乐人都对新兴起的电子乐感兴趣，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电子音乐创作将成为未来音乐主流，因而放弃了更为普及化的钢琴，选择学电子琴。结合丹尼在这里的访谈，也印证了陈百强的音乐基础来源。很显然，丹尼中意的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，因为范哲利斯正是这样的音乐家。除了范哲利斯外，丹尼还提到昆西琼斯。昆西琼斯因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《紫色》做配乐而知名。
但是他另一个更为显赫的身份是音乐制作人，为迈克尔·杰克逊和芭芭拉·史翠珊做监制。丹尼喜欢昆西·琼斯音乐中的 soul 和 black 部分，因为昆西·琼斯本人就是杰出的爵士乐演奏家。丹尼还谈到自己还很喜欢听古典音乐，流行音乐他听的反而不多。从访谈中，我们感知到了丹尼的心声，他希望通过百强84专辑，把自己喜爱的电子音乐介绍给大家。可惜他超前的音乐修养、独特的音乐审美，并没有在当时的香港引发更多的关注。懂他的人始终是那些和他一起感受到未来流行乐发展趋势的音乐人。